对呀，想要权力。我不出面，并不证明我不管。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局长交给我一个案子啊，一封群众的举报信，举报咱们是一家企业集团从事走私、贩私的活动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动动脑子，想想办法。大家在一起再商量商量，怎么来立这个案。哎，刘队啊，这是哪家企业？龙腾集团。哦，龙腾集。老总是谁啊？聂明宇。聂明宇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名字那么耳熟啊？可不熟嘛，这个是天都市的大红人啊，报纸上天天登，10大杰出青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早间新闻还报道他，说是赞助一个残疾女学生上学，是吧？有这事儿。哎，刘队，都知道你跟聂明宇的关系，却让你来查聂明宇的案子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刘队啊，要有什么难处你就直说，吩咐一下我们下面人去办就完了。其实你们私底下都议论过，这个我也知道。我今天就给你们亮个底儿，我就是为了回咱们刑警队，才答应接下这个案子的。有什么想法，你们大伙儿就直说吧。啊！嘿，亲爱的爸妈，你们好。我现在在旧金山，一切都挺好的。现在外面是阳光明媚，一点都不冷。妈，你最近身体好不好？多吃点好吃的，别舍不得啊。还有就是学校嘛也挺好的，老师对我挺好的，他们蛮欣赏我的作品的。还有就是，告诉你们一个最好的消息，我下个月就回国了，暂时没有了，就到这里吧。我很想你们，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们了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。哥，这话是说给你听的，千万别让爸妈看见。我下个月就回去了，我想知道一件事，那个人在死了没？哥，你知道我不愿意回天都。你答应过我，会给我一个答复。天都市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呢啊！我叫我哥了啊！叫吧，你随便叫。天都市的人你随便叫。大家不说话，我知道都在想什么。我在这先表个态，我刘振汉的确和聂明宇一家私交不错，而且实际上我也不太愿意调查这个案子，这是我现在的实际思想。但是这个案子一旦开始调查了，那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咱们刑警荣誉的行为，绝不。来，李东，你是个老同志，你先带头说几句。啊，
刚才刘队让我说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刚才大家心里确实有顾虑，怕你感情上过不去。不过我跟刘队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看见刘队违心办过案子。但是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案子没有查的必要。为什么？我个人感觉，领导其实就不想查这个案子。为什么呀？刘队啊，明知道你和聂明宇的关系，却让你来查这个案子，这领导的心思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再说了，什么是走私？去年1年，龙头集团就捐助了3个希望小学、2个养老院，天天报纸、广播电视宣传着，说什么利税第1大户。我就不相信领导会让咱们把这么个金疙瘩给整死喽。就是，你们也不算算，咱们局有多少家属在这个龙腾集团工厂里工作？你说回头咱把龙腾集团给查趴下了，得多少人下岗？你们谁乐意？照我说，咱别查这个了，省点功夫，赶紧抓几个刑事案，那才是真的，对吗？我可不信，李东，你也别这么说。我觉得事实还是第一，而且这个信上确实有举报走私贩私嘛。我们可以先去查查海关的底单，聂明宇公司的账单也可以去查查看呀。就是，照我说，咱们就去查。咱们这么一查呀，什么事儿不都明白，是吧？对啊。龚谦，你要是能从账上查出聂明宇的问题来，我这里子倒着信。他是什么人？你回去看看报纸吧。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，你是人？哦，他不是人呐，他是人精儿。哼，你们几个老同志好像说话也很有情绪嘛。嗨，没有情绪，实话实说。领导干嘛让咱们去管这事儿呢？这不是让咱们去顶雷吗？查出是诬陷，大家高兴，那还有功。凡查出问题来，到后来谁敢管？我听说，光省级干部亲属子女，龙腾集团就养了10来号，咱们还能把他们都抓起来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刘队，电力局您可是给捅了，可结果呢？您可给弄出去扫了整整1个月的马路。龙腾集团可是省里的金牌企业，回头您再把它给遮了，那我们还不全跟着您上山里去看老林子啊？啊？就是。什么就是的？那照这么说了，这犯罪全都有道理，都是对的了。那我们坐这聊什么案子啊？都走私去算了。我出去1个多月回来，觉得队里气氛有点不太对头嘛。老同志竟在年轻人面前说怪话，这样很不好。刘队，上班了，开会呢，说什么呢？哎，刘队，警校实习的汤文俊，你今天到拳击室等我一下，我过来。啊，李东又说怪话呢。你们接着谈吧，啊，我跟王明谈点事儿，一会儿。发这么大火至于吗？下回我不去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戴上套子。哎呦呵，还真打呀！让老百姓说闲话，你不是东西吧？这事要是嫂子知道的话，她也不会答应的。啊，以后懂点事理。这不是我唱高调，我知道你穿这身皮是干什么的。行了，我是看嫂子受窝囊气，我受不了。好小子，搞偷袭是吧？来吧，1个月没练不行了吧？起来！哎，
是看我岁数大了。来，嘿，行啊。你知道他们这回让我回秦岭队是干什么的？让我来查匿名性的案子。你听说了吧？你没回来我就知道了。怎么着，分给你了？天都市真是无密可保。你知道了，有什么想法？那就查呗。哎呀，咱们就是干这个的。聂明宇，天都市了不起的人物，干着大买卖，那总得有点小问题吧？既然局长让查，那就是有大问题了。你说呢？嘿，大哥，不是我，不是你抓的，哎呀，聂明宇的公司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你说哪个公司没有问题啊？哎呀，只是这个匿名性不是冲着明宇来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担心我和明宇都会成为人家的棋子儿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明白。我知道，上那个专案组有你牵头。嘿，这回我是明白了，把我推前面。啊，那你还不如不回来呢。我担心我是上了别人的套。他们俩怎么那么较劲？嗨，他俩老这样。我怎么查？按理说这种时候这个事儿，我应该是回避的。啊，行，这下啊，我是彻底明白了，把我推到前面去，我是不害怕呀。不过你要让我挑头的话，得给我点权利。什么？你要让我挑头，你总得放点权利给我吧？权利？对呀，想要权利。我不出面，并不证明我不管。什么？行，来。刘队还是想管这案子啊？明白了不？斗争需要策略。哎呦，聂总来了。喝多了，没事，喝了点儿。看你为了一个科长，这把命搭上，没问题。玩的又不是一回两回了。贺丹丹那事儿我给办妥了，贺清明那儿怎么样了？贺清明是个聪明人，后来我把名片塞给他了。至少今天他是立不了案，咱们等于又多争取了一天。好在码头船务科那边都是咱们的人，要不这38辆车的案子一捅出去，再抹平就难了。哦。